大家好，我是克恰佛教中心的谢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图古仁波切的弟子。在面子书上，我跟大家分享了多杰雄登已经快3个星期了。那今天呢，会是这个环节的最后一次分享。明天开始，我将跟大家介绍关于我的对我生命构成极大影响的上师尊贵的赞图古仁波切的生平。那经过了这3个星期的分享，那希望大家对这位多杰雄登这位护法，他的体性啊、传承啊、修持啊，都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我欢迎大家前来克恰佛教中心，或者是克恰禅修林，向我们的讲法师们询问，或者是如果你本身不在马来西亚，或者是你在国外的话，那我也欢迎大家到我的面子书上来跟我一起讨论。那今天呢，作为最后一期嘛，我今天将继续跟大家谈谈关于多杰雄登禁令的一些来龙去脉，以及这个禁令对佛教界的一个影响，以及它的好处和一些坏处等等。对于修持多杰雄登的佛教徒而言，多杰雄登护法，他无可否认，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相信他的人对这点是完全不怀疑的。那历代修持多杰雄登的上师们呢，比如说至尊帕繃喀仁波切啦，至尊释迦仁波切啦，至尊灵仁波切啦，至尊颂仁波切，至尊哲美仁波切等等等等，他们都是修行成就很高的大德。那么他们不可能在这方面出错，也不可能搞错，不可能看错。当然，就好像我昨天跟大家说过的，那由于西藏在上个世纪中期，他们经历了巨变，那导致呢藏族的精神与政治领袖达赖尊者，就连同许多高僧大德啊，都被逼迁居印度。那在这样子的一种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底下，再加上藏人超过了整半个世纪依然返回家乡无望，那这导致多杰雄登呢，就无形中就成了这个政治上的一个代罪羔羊，而多杰雄登修持者呢，也连带的被列入历史罪犯的一个行列。说起来，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可悲的事情。那达赖尊者呢，他在1996年开始实施颁布多杰雄登禁令，要人们停止去修持多杰雄登护法的法门。那他主要是说，如果你继续修持这个法门的话，那将不准去参加他的开示等等。那除此之外，其实最常套在多杰雄登身上的罪名是，比如说多杰雄登是邪灵了，说多杰雄登会伤害缩短达赖尊者的性命了，说多杰雄登是西藏事业的怎么讲呢？他会破坏西藏事业啦，就是说多杰雄登修持者啦是搞宗派主义的啦。这更夸张的是，说多杰雄登修持者是中国的特务等等啦。那针对多杰雄登他是不是邪灵，他是否会伤害达赖尊者的性命，我在早前的视频里，我已经分阶段的就跟大家就针对多杰雄登的一个体性啦，比如他跟达赖尊者的一些关系啦，我都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那至于说多杰雄登会破坏西藏事业，那他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不修持多杰雄登的话，西藏事业就会成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不妨看看这个禁令在实施了96年到现在22年后的今天，那西藏是否已经得到他们所争取的想得到的一个地位，说是独立也好了，高度自治也好了，那流亡藏人是否已经返回了家乡？那如果这个答案如果依然是否定的，那其实就证明
是不是证明了舵杰雄登其实跟西藏事业的成功与否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其实反过来，如果我们硬要将西藏事业跟舵杰雄登扯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实施了舵杰雄登禁令，那所以才导致西藏事业一直都是停滞不前呢？其实这种说法两个方向都可以说的。所以关于宗派主义呢，我其实这里只是很浅的跟大家带过。关于宗派主义呢，我们看舵杰雄登护法崛起，我们前后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舵杰雄登护法他崛起已经超过350年，那在过去的350年里，最初是萨迦派承认这位护法，把他视为正悟的慈悲佛观音菩萨的化身。那好几位萨迦法王，不是梵文之辈是萨迦法王，好几位萨迦法王还修持舵杰雄登，甚至有其中2位还是舵杰雄登的就是他的转世，是化身。那不只是萨迦派，甚至是竹巴嘎举。那我们最近刚刚在杜古仁波切的博客上也刊登了好一些这方面的文章。那竹巴嘎举派就是不丹的第4世下众活佛下众仁波切，他也推广这项修持，所以可见舵杰雄登护法的修持，其实它并不只是局限于单一教派的一个修持法门。那关于这个宗派之说，又来自那里了。所以，那说到那舵杰雄登呢，说是中国特务的说法，其实那是更加是毫无根据的。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说过了。那其实这目的很显然只不过是为了煽动流亡藏人的情绪。1997年，舵杰雄登救世者被指为是中国的特务。那到了2014年，这是昨天说过的一些内容嘛。到了2014年，舵杰雄登救世者还因为背负了这个中国特务的一个罪名呢，被公开的列入黑名单。其实是很严重的，是列入黑名单，姓名资料、个人资料都被公布在藏人行政中央的网站上。所以他们舵杰雄登救世者就无端端的突然间，就成了人人喊打的一个对象。所以这样的一种罪名嘛，其实就当然它会导致藏人对怎么说呢？这种罪名之前我说过的，它当然会导致藏人对舵杰雄登修持者怀有敌意了。所以在印度的藏人聚居区呢，那无论是在寺院或者商店啦，还是在医院啦，各种公共的场合，其实到处都可以看到，就是禁止舵杰雄登修持者进入的一些告示牌，是真的告示牌，甚至包括其实更夸张的是，我还曾经看过，甚至在泽巴洛斯林寺的诊所都明显的标志说不准雄登人进入，不给予雄登人就是一些医疗的一些照顾等等。所以凡是不放弃舵杰雄登修持的佛教徒嘛，或者圣人嘛，他们不但是没有办法享有各种最基本的一些公共福利，比如说到医院看病啦，到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再享有，就是再去正式的学校上课啦，他雄登修持者呢，也没有办法在他们所谓的政府的部门担任任何一个职位。其实更夸张，就是连商店都不愿意把商品卖给他们。所以其实这是很难想象的。其实我们在国外的人，我很难想象为什么一个就是信奉一个宗教或者选择某一个信仰，会落得怎么讲，沦落到这样的下场。所以呢，这是关于这是一些社会的一个情况。那在寺院方面呢，2008年左右，夏甘丹寺
就应该讲不是萨达干寺，是甘丹寺。甘丹寺和色拉寺的圣人，他们被逼宣誓，就是其实以前大家都在修嘛，就因为我们说过了，因为帕布卡仁波切的关系啊，因为赤江仁波切的关系啦，当代的每一位几乎每一位大德，其实都是直接或间接都是主要都是赤江仁波切的弟子。那既然是赤江仁波切的弟子的话，他们都必然也都从赤江仁波切那里接受了这个法门。所以你可以想象，格鲁山大寺院到处都是赤江仁波切的弟子，那他的弟子肯定把多杰雄的法门都传授给他们的弟子。所以你可以想象修持多杰雄灯的人数有多少。但到了2008年，因为禁令的关系嘛，甘丹寺和色拉寺的僧人呢就被逼宣誓，他们必须被逼的表明立场，声明就是特别去表示说自己已经放弃多杰雄灯，已经跟多杰雄灯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很多人选择了这么做，当然有一些人呢就不想那么做，所以那些不想放弃的那些僧人呢，他们的下场就是他们被逼离开自己的寺院。在这种情况下呢，在2008年2月，就甘丹萨基寺就分裂了，就从宗喀巴大师成立时代开始，那甘丹寺就分裂出来，怎么说呢？那些僧人被逼离开自己的母寺，成立了下甘丹寺。那2008年4月呢，色拉寺也分裂了。那色拉寺的僧人呢，就修持雄灯的僧人就成立了色邦寺。所以怎么说呢？几百年来的宗喀巴大师的一个事业嘛，就这样子，因为多杰雄灯的一个经历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些分裂。所以这种分裂的情况当然还不只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刚才讲过嘛，至尊赤江仁波切的弟子非常多，那藏人中有很多人都是他的弟子，是除了僧人呢，在家人其实很多都是他的弟子。那其实很多家庭呢，他们很自然的也就供奉多杰雄灯护法。那但自从颁布了这个禁令过后，那因为是达赖尊者颁布的嘛，所以有许多藏族家庭他们就被逼出现一些逼不得已就出现分裂的情况。因为有些家庭的一些父母跟孩子之间呢，兄弟姐妹之间呢，因为有一些人选择继续，有些人选择放弃，结果今天如果你就怎么说呢？有些时候如果你遇到一些藏人，一些就是雄灯的藏人的话，你去问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在他们的这些群体中呢，跟家人没有办法没有联系的啦，跟自己的父母或者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出现反目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常见的，所以有些人甚至是没有办法再回家了。那除了家庭啦，在寺院里，那寺院里有很多僧人其实是从小他们是从小就在寺院里长大的，从小一起接受教育啦，一起玩啦，一起修持啦，同一个上师啦，但是因为选择的不同，那就是因为禁令的关系，所以那些僧人呢也被逼，不是反目成仇了，也就是没有办法再互相讲话了。那所以对，其实这种事情，我们可能在外面的社会，你觉得反目成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但是你想想看，寺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寺院是一个是应该用来弘扬佛法的地方，这是一个对弘扬慈悲啊、爱啊与和平的一个佛教团体来说呢，那其实这是十分令人感到难过的。那事实上，其实也不只是说寺院这样，也不只是说平民百姓这样，那其实受波及的还包括就是修持多杰雄灯的那些高僧大德，有一些高僧大德，其实在早期啊，在早年呢，他们对寺院的贡献是非常多的。那比如说目前常住在意大利的尊贵的冈线仁波切啦，大家如果留意到的话，他其实因为禁令的关系，
他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母市色拉美市，那他的寺院也被算是被充公了。那至尊赤江仁波切呢？这一世的至尊赤江仁波切的现任转世，他早在当年他14岁那一年嘛，因为1996年禁令的关系，他在14岁那年就因为性命受到威胁，也被逼离开自己的母市，前往欧洲。那至今一直都留在从欧洲到美国，所以除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被逼离开的情况。那我们所知道的 FEMD 就是护持大乘法脉联合会创始人耶喜拉玛。那耶喜拉玛大家都知道，他一辈子都是很虔诚的多杰雄登的修持者，但是在他圆寂过后，在禁令颁布之后，那他一手创办起来的这个护持大乘法脉联合会呢，也随着就放弃了多杰雄的修持。那这样子的一些例子其实是很多，我举的只是几个比较著名的例子。那事实上，其实最令人痛心的还不只是这一些。那对于佛教徒和出家人来说，其实更令人痛心的其实是，应该说最重要的，他们最在乎的，有些藏传佛教最在乎的是弟子跟上师之间的一些的三昧耶，就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承诺和关系。那我的根本上师尊贵的赞度格仁波切，他常常说，他不可能放弃多杰雄的修持，他说的是不可能，因为那是他的根本上师至尊颂仁波切赐予他的修持，而至尊颂仁波切呢，早在禁令颁布之前已经圆寂了。那如果说我的上司，他如果想要针对这件事情想要争取他上司的意见，那也是不可能的了。那既然答应了自己的上司，他就必须一辈子的就遵守下去，这是一种这是要维持清净的三昧耶。但与此同时，令他左右为难的是，达赖尊者，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大家知道达赖尊者是授予他比丘戒的上师，一个是他根本上师，给他多杰雄的修持，另外一个是传授他比丘戒的上师。现在所以后来，当时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但是96年达赖尊者要求大家放弃多杰雄的修持，那夹在中间的，比如说夹在中间的这个我的上司尊贵的赞助仁波切，他该怎么做呢？他常常说，两位都是他的上司，所以长心是肉，长辈也是肉。那根本上师是最重要的，但是说他固然他不能够去违背他对颂仁波切的承诺，但是你要他像他一个这样尊师重道这样这么怎么说呢？这么依止上师的一个人，你要他去不去跟随达赖尊者的指示，其实也是让他十分的为难。那这样的事情其实不只是发生在我的上师身上。在寺院里啊，许多老僧人也都面对同样的问题。那我其实在很多年前吧，我曾经拜访过下甘丹寺，那跟当地的一些老僧人曾经有过一些简短的一些谈话。那谈起禁令呢，那些年纪已经很大的一些老僧人呢，其实是忍不住是老泪纵横的。他们都说，他们宁可自己在禁令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他们就是宁可自己一早已经死了，也不愿意去面对这样子的禁令，面对这样子的选择。他们对达赖尊者当时做了这样子的一种决定，其实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所以这相当令人痛心。你看到那么慈悲的那些慈祥那些老僧人呢，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一脸的不知所措啊。其实就是相当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又是另一方面。那事实上，多杰雄人精灵他的影响还不只是这一些。那因为达赖尊者嘛，他名声是十分响的，在全球各地都十分响，而且他在他的官方网站上也公开宣布叫人家放弃多杰雄的修持。所以这件事情的影响呢，不只是对印度的藏传佛教徒构成影响，那国外的格鲁信众也当然也跟风，因为达赖尊者的关系嘛。那所以在欧洲啊、亚洲啊各地的藏传佛教中心也很多都纷纷表明说，跟多杰雄灯修持是要撇清关系的。而那些如果说有一些坚持继续修多杰雄灯的一些佛教中心或者组织呢，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底下，他们也是深受其害，就是最明显的就是遭受悲革啊。那遭受悲革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在招揽会员啊，或者是在筹募资金上啊，就面对了很大的一个阻挠。那其实那些听起来好像很遥远啊。我早期也觉得那个东西好像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其实到几年前吧，就在就当克西拉佛教中心公开修持多杰雄灯之后呢，就连我自己本身很多年的好朋友，也都因为这件事情，就静悄悄的在完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就把我列入一个不相往来的一个黑名单。所以可见那是10多20年的好朋友，从来不曾争吵的。那可见多杰雄灯禁令的一个影响，其实并不只是局限于藏人，它不只是导致了原本就为数不多的藏人之间出现分裂，它也导致其实海外很多多杰雄灯修持者和非雄灯修持者之间出现不和，造成藏传佛教内部的分裂。那继而呢，也让人们对佛教一个和平和友爱的一个形象大为改观。那所以综上所述，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看到多杰雄灯禁令所带来的危害。那除了它在藏传，它在佛教界就导致，就是说我现在大概跟大家重新再讲一次，就是说它除了导致上师跟弟子之间的三昧也败坏，它导致寺院分裂，它导致佛教界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内部的分裂。那在社会的一些层次上呢，它也导致家庭分裂、亲友反目。那更让人没有办法去忍受的是，那多杰雄灯修持者他们不仅被剥夺了民主社会所赋予人们的一个应该享有的一个信仰自由，那其实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一些社会福利也都被扼杀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不管在现实了或者在因果论上，其实我们去仔细去检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无论在现实或者在因果的一个角度，这难道这样子的一些破坏，难道对达赖尊者的寿命是有帮助的吗？是能够让他延寿的吗？又难道说这样的破坏对西藏事业能够带来好处？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从因果的角度来看，一个导致分裂和衰败的一个因，又怎么可能带来和啊，带来成长呢？所以因果其实是有因才有果嘛。那一个破坏的因，怎么造成一个成长的一个果呢？所以那无论如何呢，那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它的弊病嘛。今天我们要讨论，其实还包括它的好处。那尽管多杰雄灯禁令它带来很多弊病，但无可否认，我们也知道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禁令的出现，也让多杰雄灯在这10多年来，尤其近10年来，他成功了登上世界的舞台。怎么说呢？那如果大家有上网啊，有去浏览啊，有去
搜寻有关多杰雄登的一些新闻或者消息的话，你会发现在这10年来吧，东西方媒体其实都有报道过多杰雄登的一些相关新闻。那也有学者去研究过这个现象。那很多呢，好一些就是对藏传佛教不太认识，可能对护法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的人呢，他们也都听过多杰雄登。所以你看，我们都知道嘛，我们都知道说，在藏传佛教里，其实护法修持它固然是重要，但是大家都是相对低调的。所以你想想看，从以前到现在，从古到今，有哪一位护法是曾经登上世界新闻的舞台的？那有哪一位护法是引起这么多人的讨论或者是非议的？那所以其实你如果你上网去找一找，你就知道这个答案是没有的。那从这一点，如果我们相信说达赖尊者是观音菩萨慈悲佛嘛，观音菩萨的化身，那如果说我们相信至尊释迦仁波切的预言，他在《愉悦如海护法之妙音》这本书的预言，那也许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那也许说大德们的一些所作所为啊，的确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够看透的。那有没有想过，其实也许达赖尊者他实施这个精灵的目的，实在是用心良苦的，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一种做法。那如果我们都知道多杰雄登的出现嘛，整个目的就是为了护持宗喀巴大师讲授的龙树菩萨的中观正见。那达赖尊者这么做，就是实施精灵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可以被解读成他要透过压迫来让人们认识多杰雄登，他要透过让自己来扮演坏人，去完成护持宗喀巴大师教法的一个使命？那如果我们相信达赖尊者真的是观音菩萨的化身，那么他的这种做法，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无私的一种大慈大悲的一种表现了。那要选择去相信达赖尊者实施这个精灵的目的，是像大家所说的，不是为了避免多杰雄登这个邪灵去伤害这个观音菩萨化身的达赖尊者呢？还是要相信说达赖尊者这么做其实是为了让宗喀巴大师的教法能够更加的广传的，能够弘扬四方呢？就是达赖尊者为了这个样子而实施精灵，宁可牺牲自己的声誉。那我想，如果你真的相信达赖尊者是观音菩萨的化身，那我相信你心中应该已经有了答案了。那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还没有想清楚的话呢，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想一想。所以我想，其实这个思考题嘛，我就以这个思考来作为这个阶段的一个分享的结束。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我的面子书上发出提问。我看看现在有什么问题。那暂时是没有问题。我再更新一次。熏赞，如果我们不知道该不该修行某位护法，该如何决定？那其实最简单的，其实如果说你是有上师的话，那就去征求上师的意见。其实我们都知道，上师跟弟子在藏传佛教语系，那我们的修行呢，全部都是依止，主要是依止上师。那上师的意见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可以征询上师的意见。那如果本身没有上师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就是你自己需要多做一些努力，多听啊，多看啊，多思考了，就怎么说呢？去看，去检查，就好像说我针对多杰雄登嘛，我们就先看他的传承啊，看他的背景啊，你看到他过去所作所为是哪位高僧大德修持过他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有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呢？就他们的转世怎么样了？其实从各方各面来印证，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修哪一位护法的话，他是带来好处的，是坏处的。如果没有上师的话，我们是可以这样子来就是从各角度来作为参考和怎么讲和衡量的。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吗？Adeline， 江法师的看法是利多于弊吗？但其实我本身当然在逻辑的角度上，我当然倾向于去看这件事情，把它视为一个过程。我认为就是说，我会选择相信达赖尊者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我们没有办法根据这个立场来看待这些事情的话，那怎么说呢？我们怎么又怎么去相信？整个藏传佛教的，就是每一位上师啊，我们讲的谁某某上师、某某活佛是某某的化身，这些我们该怎么相信？如果连达赖尊者这么几百年来，就是怎么讲？就是大家很自然的心目中的观音化身，我们都无法相信的话，那我们又该相信谁呢？那我自然就会选择相信这一个。那他至今所做的东西，他所做的他的穷人精灵前后出现很多的矛盾，但在各种事情上，达赖尊者又显现出非常的具有智慧和很明确而果断。那这种矛盾的一个情况，我是令人费解的。那我宁可相信他这么做是别有用心的，而应该讲其实是用心良苦的。那至于是不是利多于弊？那过程中呢，是很多人是有一些人牺牲了，但是长远来说呢，佛教常这么说，如果长远来说能够造福更多人的话，那其实那的确是利多于弊的。一因丢，达赖尊者是观音的化身，为什么他颁布这个精灵让这么多人受苦？就像刚才我说的，他是观音，他正是因为他是只有用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去合理的解释这整件事情。那不然，从他的历代的恩师啦，从整个传承啦，从多杰雄人的体性啦，从各方面的角度，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解释，没有办法合理的去解释达赖尊者为什么要颁布这个禁令。作为观音菩萨化身的他，怎么会害怕一个所谓的邪灵的一个伤害？这些全部都是说不过去的。那他颁布这个禁令的用意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让人家受苦？其实只能说，他看到的是一个更远的一个这么讲更宏大的一个目标，所以就暂时的就必须牺牲一小撮人的一些利益，让更多人将来更多千万啊上亿人啊受到这样的这个护法的一个修持的一个好处，得到护法修持的好处，或者是得到宗喀巴大师的一个传承教诲。那我觉得以这个角度来讲，是整体上是比较说得过去的。Jason， 雄登禁令会导致初学者的信心动摇，对上师的信心，那要如何处理呢？的确，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比较头痛的问题，因为就是说，不只是初学者，甚至是有些人根本不认识，就不认识藏传佛教，或者是就是对佛教也只有稍微一点认识的。大家听到，就我昨天说过的，华人呢，一听到宗教跟政治扯上关系，大家就开始害怕了。大家说，哎，不要来搞我，不关我的事了。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有赖于就是真正的我们作为多杰熊的修持者的我们必须要尽量的去努力的去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那除了怎么讲？除了用知识，其实只有知识才能够战胜一些怎么说呢？战胜猜测或者无名啊。那我们如果大家都只是人云亦云、未跟从的话，这些事情就越来越往坏的方向去。那所以懂的人一定要多说多分享。在哪里？最近出版《浙江仁波切自传》里面有提到，当初第13世达赖尊者进入净光之后，在他脊椎骨第13节看到观音菩萨像出现在那边。那第13世的第13节是否凑巧就不知道了，这我也不知道。那在这个禁令中被牺牲的人，是不是因为他们以前种的因，才导致他们成为受害者？其实这当然所有的事情都是都受到因果定律的一种牵引，但其实这一件事情，他们过去种的因，他其实有没有想过，这些因为熊灯禁令而被牺牲这些人，其实他可能他也在怎么说呢？他累积的未必是他未必是一个恶业的一个果。他可能是在为了一个伟大的一个事业在造一个因，当然是无形中的，所以在因果上，其实我们很难去解释这个现象。那如果说他们的牺牲造就了整个怎么讲，整个伟大的一个事业的成功的话，那么他们自然也会从中得到这方面的功德。Chris Chong， 我们可以静悄悄的修熊灯，而且不告诉别人，为什么我们要让别人知道呢？你当然你当然可以选择自由去静悄悄的修持，不告诉大家，其实也没有错。但是如果大家都选择静静的修持，大家比如说这个熊灯禁令嘛，比如说达赖尊者他用心良苦，假设我们如果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用心良苦的去牺牲自己，去实施这个禁令。那我们大家呢，就修熊灯的，我们都静静的，大家全部静悄悄的躲起来，就修了，也就表示说我们接受这个禁令。所以这件事情它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了，其实不是吗？那没有人去讨论这件事情。那这些事情就很自然的就淹没在整个历史的一个洪流里。那禁令始终继续维持，那他的怎么讲呢？多杰熊灯的名声呢，也不会这样子传到世界各地。那其实这样子的，如果达赖尊者你真的相信达赖尊者用心良苦的话，那么他的用心岂不是白白被牺牲了吗？好的，我看大概问题大概就这样。好，那我想今天的问题应该我都已经答完了。那欢迎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再讨论的话，可以在我的面子书上继续再发，就是提问呢、讨论呢。我其实很欢迎大家尽量的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那今天的分享呢，到此为止。那明天开始，我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尊贵的上师、尊贵的赞度格仁波切的生平故事。那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上忏悔名称是所摄佛法信要诸圣教。
唯愿世事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灵安置施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仔细障碍之深造，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依此相属二次矣。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好，谢谢大家，明天再见。